主后2025年4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教主上句的转捩点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24章13到34节。上迄日，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，名叫以马五斯。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。因伫路中互相伫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。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，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。因看到，毋过袂认得。耶稣问因：恁哪行哪伫议论的是甚物代志？因就停落来，满面忧愁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基留巴，因伊讲：即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，对外地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是安怎简单？你一个毋知？耶稣问因：甚物代志？因甲伊讲：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，伊是先知。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无论讲话也是做代志，拢真有权能。阮的祭司长甲领袖甲伊送去，互人判死刑，钉十字架。伊就是阮所伫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。毋若安尼，这代志发生到今仔日已经第3日啦。搁阮中间有几若个妇人人，互阮真着惊，因天曝光就到蒙面。毋过找无耶稣的遗体，因转来报告讲，有看到天使出现，甲因讲伊搁活啦。阮中间嘛有几若个人去蒙面，看到的代志，逐项甲妇人人所讲的拢相款。因嘛无看到耶稣。耶稣就对因讲：哎呀，恁哪遮尔戆，心哪遮尔钝，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的话。基督竟毋是应该着受遮个苦难，才来入伊的荣光。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去，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。因伫要到所要去的迄个庄头，耶稣若亲像要继续行，不过因2个强强甲伊留，讲日头已经落山，天暗啦，请甲阮住。耶稣就入去甲因住。耶稣甲因坐倒的时，摕饼感谢。然后擘开分互因，因的目睭开，认着伊，伊忽然对因面前消失。因就互相讲，伊伫路中甲咱讲话，甲咱说明圣经的时，咱的心竟无亲像火跌倒。因随时出发，倒转去耶路撒冷，看到迄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，得讲主真正搁活啦，伊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。教主上句的转捩点，伫人生的旅程中，人多多少少会陷入黑暗，也是低谷，可能是破病、受误解、失去亲人、工作拄着挫折。也是人际关系疏离，所以感觉失望，甚至失去方向，心灵若像陷入迷雾，渴望得到安慰和指引。就亲像去以马五的路上的迄2位门徒，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安，甚至对未来无任何期待。毋过，主爱的耶稣总是伫人的生命低谷，适时出现陪伴，也是透过伊的话语、使者，甚至互人意想袂到的事件来安慰人。
有一位兄弟分享，伊的原生家庭父母关系袂合，老母早就离开老爸，老爸的情绪时常无稳定，特别啉酒酒醉了后，总是看伊袂顺眼，甲不满甲怨气拢摒踮伊的身上出气，甚至无缘无故甲伊毒打。时间一个久，这位兄弟认为这世间无人会对伊好。出社会，伊认真工作，毋过也捌到一寡歹习惯。伊捌用食毒来逃避现实，后来感觉毋好，就努力戒除。某一遍，这位兄弟认捌一位真特别的牧师，倒落时也毋知影伊是牧师。牧师看见伊伫咧啉酒，就甲讲：咱来比赛，若是我赢，你后礼拜就来阮教会礼拜。兄弟心内想讲，家己无可能输，所以大胆甲牧师比赛，无拍算竟然输互牧师，所以小信用就去教会。牧师看到伊真诚讲：你若来教会感觉袂惯势，无过来也无要紧。但是对迄阵起，兄弟就留踮教会，后来受洗成做基督徒。兄弟讲，伫伊拄着牧师以前，总是感觉这个世界无好诶，直到拄着牧师进入教会，互伊确信一切拢有上帝的带领。伊回想着过去有一遍受伤住院，隔壁床的患者是基督徒，来探病的人好亲像也拢是基督徒，因毋简单乐意甲伊分享食物，也关心伊的状况。因的亲切和善，互伊伫厝感受到人情的温暖。尽管出院了后，彼此无搁再联络，但是想起这段往事，伊感觉福音的种子可能对迄时就带入伫心肝底。兄弟感恩地讲，因为教会兄姐的关心，互伊感觉家己找到温暖一处。虽然教会后来换过几个牧者，也经历几若次艰难辛苦的时刻，但是伊犹原留踮教会，持守着信仰。两位门徒往以马五路上的经历，是一个深刻的信仰转捩点。因原本的失望和困惑，对着耶稣的出现，变做喜乐和平安。搁再一次点着信仰热情，转往新的方向。咱毋知影伫时会遭遇到迷惘，也是低谷，但是爱记得，主耶稣会甲咱同在，等待咱认出伊的身影。默想，当我遭遇人生低潮，也是迷惘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当察觉到耶稣的同在，佮体会到伊的安慰？当我遭遇人生低潮，也是迷惘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当察觉耶稣的同在，佮体会到伊的安慰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甲阮同行，就算伫黑暗中迷失方向，你犹原引带阮。求你帮助我学晓信靠，佮使我坚韧的心灵，互我伫信仰转捩点遇见你的时，经历你奇妙的同在，佮用你的疼和信息，为世间人带来信心甲盼望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